去埃及見到人面獅身像，喺4500年前雕刻嘅人面。去到梵蒂岡博物館呢，見到古羅馬帝王奧古斯都像。睇下喺耶穌年代羅馬雕塑人像嘅藝術好精緻。Copilot 有冇耶穌真實人像嘅雕刻啊？沒有任何耶穌真實人像雕刻。點解耶穌只係留低聖經，冇留低佢真實嘅人像？聖經唔係耶穌寫㗎，天父接耶穌上天之後，聖靈嚟到啟示門徒寫咗新約聖經。成本聖經入邊都冇描述到耶穌個樣係點嘅，而係記錄咗耶穌喺地球做過嘅事，佢嘅教導、神蹟、福音同埋啟示啊。太初有道，一開始道就存在，道就係神。當時都未有天地萬物，萬物都係靠道做出嚟嘅。呢個道就係耶穌。睇新約聖經就聽到呢個道，耶穌嘅說話，神嘅教導，對門徒嘅吩咐，明白上帝天國嘅真理。上帝唔係要人去拜耶穌嘅人像，而係要人嘅信心俾耶穌基督住喺心入邊，由心而發，願意去遵守同埋行出耶穌嘅吩咐。上帝已經同人講咗啦，人唔可以為自己雕刻偶像，跪拜侍奉，冇留低耶穌嘅真實人像，係遵守上帝嘅律法。而家有 AI， 不如就問下 AI 咯。Croc， 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包住耶穌嗰塊布呢？根據嗰塊布還原耶穌嘅樣出嚟啊！原來 AI 覺得呢個就係耶穌當日嘅樣。Croc， 用呢個圖做個影片，耶穌嘅吩咐啊。Come, follow me。記住啊，人接受跪拜侍奉偶像，上帝一定會追討佢哋同佢哋嘅子孫跪拜侍奉偶像嘅罪。如果有權威嘅人講，嗰個就係耶穌，去跪拜侍奉耶穌嘅偶像啦，係呃人㗎。耶穌根本唔會咁做，唔好中計啊！